首先，我代表金夫汽車 BAW 北京汽車製造廠，歡迎各位喺百忙中賞面出席今次 M8 嘅發佈會。BAW 係中國汽車工業嘅先驅，北京汽車工業嘅搖籃。銳勝 M8 核心嘅價值以超級空間、超級舒適為大核心。希望我們 M8 在金福集團和我們北京汽車製造廠的這個合力推動下，在香港做好大家的服務與用車體驗。咁其實咧，我哋都覺得啲座位好舒服啦，同埋仲有佢呢一個通風加熱同埋按摩嘅功能，即係乜都有，真係超勁，好舒服㗎。佢預計23號咧就已經係我哋 Honey Punch 嘅1週年大日子啦！祝 BAW M8 香港首展圓滿成功，銷量節節上升，恭喜晒！最後，我祝金夫汽車同 BAW 銳勝顧客盈門，業務興旺，蒸蒸日上。